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你厝里敢有人要等咧换器官吗？生死关头换器官，台湾等无去到中国博希望。那么医生真多是去做中人，啊，搁有海劫乌水沟现代版，在一起倍数三成还。到底换器官是安怎一回事？今日4位医师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理事，咱的理事会理事，也是精神科医师周明辉。主持人好，各位台湾新眼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大病医基金部医师周富元。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康宁病医心血管外科医师吴欣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在线顶的是咱张家纪念病医血液肿瘤科教授，嘛是咱立委王正旭。是，上漂白的这个吴主持人阿玲啊，现场3位医师，啊个咱台湾的乡亲大家好。好啊，感谢王批吼，咱随时呢来关心，讲进前呢有一个医师，但要你去到甲病人啊看线，去到中国啦换肝换药剂，互人判刑，佮废除了伊的牌照，另外伊就召开着这个公听会，讲要来检讨换器官的这个制度。民团的呼吁讲，要定出专法，强化境外追查，预防违规挂器官的情形。近前有新闻报讲，一个名医陈耀理，伫2016年到2019年期间，收1466万，甲9个患者牵线去中国换肝甲药剂，手术了后缩小刷过身。这个医生互法院判刑，嘛才做台湾头一个因为非法挽器官，互人废除牌照医生。不过案件确实咧违规事实，发生几多年了后才完成处罚，显示目前制度无够周全。拜三立法院有开公听会来检讨器官移植的制度空棚。你就会看到了这个医院的医师这个器官移植的实习师被自杀，然后家属出来讲说他们怎么建立一套系统然后摘走一些无辜人的器官。不续聘之后呢？不续聘之后，我们也看到，我们解聘了这位器官中介的医师之后，他仍旧可以带着他的患者到另外一家医院重操旧业。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台湾跨院所医师人员违纪通报平台？有律师认为，法规虽然已经加做非法挽器官的中人劣质评级，不过刑度受轻，实务上常常敢若判完刑，律师阻挡犯罪效果较歹，嘛欠缺对境外医师来源的查核机制，建议政府要设反挖碟专法，补充制度的不足。最大的突破是我们在这部法律里面，我们采世界管辖原则，也就是国际通行的一个普遍管辖，不管犯罪地、结果地是不是在台湾境内，我们都可以追溯到。民团甲专家认为，即卖制度刑度受轻，境外器官医师通报甲来源追查失灵，通报机制无效，各医生处罚流程拖受久，所以违规行为无即时阻挡落来。伊嘛呼吁面对境外移植器官倒转到台湾，通报机制、风险辨识、甲伦理审查拢要检讨。记者郭金勇、林明凯台北报道。咱看了这个地方其实可能一般的这个观众朋友这我知嘛，这就是换器官嘛。这个中国就真好换，你若不介意阮才会去，但是就事实上，就真侪人去换，而且阮看到这个数字是11个去换8个人死亡，存活率这超过，这到底是正常还无正常，还是讲应该拆开来一个看？去中国换器官是有安全无安全？这头一个，第二个是医生。会当来做这个中人吗？敢通做这个中人，还是讲应该更较有制度性的？中央要有第三人来观察。他拄仔你看到新闻内面讲咱这用世界管辖的原则，就是讲不管你是倒位换天涯海角，我来找你到对，我来追溯你的这责任。
我要先问吼，头一个问题，去中国玩到底是危险还是安全啊？周医师。安尼讲好啊，咱台湾吼是一个真好的国家，咱是有法治社会，吼，所以咱手中吼，咱有健保署互咱的即个资料吼，咱会当看到咱的5档的存活率吼，其实拢会当到60几%吼，相关像腰子会当到90%呢。吼，像阮以前咧照顾即款患者，活20-30档的嘛是佫有呢。所以其实伫咱台湾遮健全的制度之下，器官移植是确实是一个救命的科技。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安那，因为伊拢是伫一个完整的制度之下，吼啊，咱头拄听到，迄就是不落价嘛，吼，咱外来语叫做不落价嘛，不落价伊要紧的是趁钱嘛，吼是包医的嘛，一定买会到嘛，啊，伫真内底有时啊品质吼，为着要做生意吼，品质就真歹讲啊，这就是这就是黑箱，吼你袂使讲伊100%拢歹，但是咱头仔看到这个数字，11个内底剩3个，敢若乌水沟咧，嘿，真恐怖。14、9回头啊，一个生还。你这比特袂歹，差不多就安尼。吼，所以重点是讲，即每一个关节，有人咧监督，有人咧控制，品质如何这般，即咱拢无法度看嘛。看袂到啊。啊，如果咱若甲伊建立种，你是有建议讲，因为咱天阳讲，因遐物件较济啊，啥物血色都有嘛，是毋是安尼讲？还是讲，其实我看吼，咱台湾咧听候的，这等心脏的吼，等候的287人，才移植才4个人，即摆有万几个人咧等候呢，吼啊，这个眼角膜啦，吼，要等的人千外人，遐移植57个，其实是少的嘛，吼，咱台湾这尤其吼，咱明仔载6月19号。是咱台湾的器官移植日啦，但拄好来讲这个题目啊，其实咱的物件是少的哦，会当关键的人是少，这个风气也未开啦吼，是安尼想嘛吼。来，我来先问周医师，周医师是安怎咱台湾的这个管的人少，是咱身体发育受制腐朽，所以呢真少皮真少，还是讲安怎？透过这个问题，我小可增加一个说明啦吼。我是讲，因为去去做移植吼，大部分病人的情况拢真歹，就是讲已经无其他，无法度。所以讲有当时你袂当讲含一般的手术来做比较啦吼。啊，另外我是讲当外国，就是讲伊的照顾较无好啦。啊，因为移植毋是干那一个手术尔，其实是周边的即规个照顾。啊，另外就是一个，透过在周医师有讲，就是讲，因为你真若有利益来介入，即个选择敢是上好的。因为小讲腰子的移植，其实是会当亲人关互伊，眼角膜嘛是有可能会当死了较悬，所以讲这其实是你要有其他的选择，所以心脏。即个较困难。啊，另外我是讲，因为台湾我是即几档其实是加真济，大家管理的管，但是我是讲即个还佫无大家无遐风气未开啦。无真正了解即个情形。吼，就是讲病人即马好，大家讲效果管理管，但是真正发生车祸，即马闹死，家属来，家属无要管。哦，就是讲，即种，即个情况其实是我若真济啦吼，因为阮急诊常常来处理像即种迄个情形，啊，所以讲本来有机会当关的，到最后就变做无去，哦，所以有当时愿意即2字讲起来简单，其实是实际上是原来真济啦。啊，我是讲我以前上眼角膜，我会记哩实然吼，就是讲。即个国家伊本身伊无不够，所以讲伊原来就讲即个身体这袂当管，但是因的伊就宣传了，即马是因的眼角膜卷是真济，所以我是讲这个是民众的教育含即个宗教界，我是讲来处理，可能较会当甲即个风气甲推动啦。吼，我会看。所以你认为咱台湾真济人走去中国，是因为咱等下要耽误嘛吼？
啊，上挖紧的就是走去中国去处。因为迄边遐若有，这边遮你啊等下爱等真久，啊这病情已经无法度啊，啊你的选择就是干那安尼尔啦。有当时是，我因为我大概拢爱面对讲即个病人，或者情况已经真无好，啊对伊来讲，这是一个选择。啊你若有人甲讲啊，我甲你介绍倒位，明仔载你就有法度处理。啊这病人的心情，假是家属的心情，伊会想讲啊，这上无一条活路啦。吼，所以讲我是讲，这袂当有利益来介入，这是真要紧，因为这影响你所有医师的判断。吼，我是讲这是一个，毋是我无爱讲法律啦，我是讲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的标准啦。吼，所以做医师啊，人的性命放伫我手头。吼，你这就。但是你讲无利益，然后介入，这嘛是真困难。吴医师安怎看呢？其实我的想法吼是关器官这个概念吼，伊毋是一个市场的买卖，所以讲你无法度用供给甲需求这个理路去思考，因为你爱关器官，伊本质上是一个大家的行为嘛。所以讲，你就是爱尊重捐赠者伊的意愿、人权甲伊的尊严。啊，伫中国这个所在吼，其实伊的捐赠者毋是自愿的，伊拢是互人迫害的。所以讲，你的状况甲台湾的状况一定是袂共款的。啊，你若是讲，若台湾有需求，大家拢有正当性要去中国买器官吼，其实这个logic是毋对的。啊，我的感受是安尼，就是。陈耀利即马是做牵狗仔嘛，啊，但是伊牵去中国的患者吼，其实嘛无一定讲换即个器官了后，伊的健康就会较改善。伊有足侪患者拢是你即个医生利用即个患者对死亡的绝望甲惊吓来趁钱。啊，趁了即个钱，你医生阁无法度保障伊对医疗的品质，所以讲。这个状况其实伊阁无适合做台湾的医生啊。无意思，伊若是顶头拢写切个讲，我已经是无路头行，我才来换这个乌水沟。那么而且甲这个陈医师呢是无地带，我自愿啊，而且我家己开钱，甲伊袂要紧，我嘛真感谢伊做这为中人，甲我找这条生路，安尼敢可以？你想看卖哦，其实医疗是一个足专业的代志。啊，这个患者会感觉讲。我即马已经无路通行，是谁甲你讲的？其实是医生甲你讲的，对无？啊，若是即个医生会使为即个中提钱，啊，伊会安怎甲患者解说？其实你无法度确定嘛，因为医疗甲患者中就有一个足大的专业的知识的差别。所以讲，我感觉讲即个医疗行为吼，若是有钱掺伫内底吼，其实无可能会做到讲尊重人啊。哦，这是三位吼，在线顶咱的王批，嗨，你好。吴医师，我甲你请教吼，他做三位讲的吼，第一，这为中人内面牵涉着钱，那么有钱吼，内面的这个价值啊，甲伦理就变质，但是事实上，你若要行这条产业链，这内面一定有利啦，一定有利嘛，啊，要安怎杜绝？这我看是真恶杜绝咯，你的看法是啥物？是，这是咱台湾吼，根据咱这个叫做人体器官移植的条例吼，是不应该有这个利益的交换啦吼。意思就是讲，这是一个爱的行为，啊，这个爱的行为会当来自迄个一般家属互相爱依照规定之下来做捐献。啊，另外一种就是讲，咱知影就是因为有的人吼，因为车祸啦、车祸了，容易这个造成的影响，所以把爱心捐出来吼，这是咱所理解的吼。那我阁补充一下吼，这11个患者内底，这个人因为这换了无拄好，还是啥物其他的原因过身去，咱毋知影，所以应该理论上吼，咱这若要较了解，应该。爱搁较清楚一下吼，因为含咱台湾家己你换肝的即个比如来讲吼，是有影较无遐尼好，因为咱嘛了解，其实台湾的换肝能力嘛真好势吼，不管是各大病院，尤其像高雄中间
古早的单院长吼，伊做甲足好势，全世界人嘛足侪人来台湾来学习吼。啊，伊嘛四界去教，全世界人去教讲要哪画官，这其实台湾这方面的艺术是非常非常的有成就吼。啊，咱嘛知影讲即马等咧画官的人差不多800个至900个，咱若伫即个民国83年吼，画官这人数拢总有484个患者完成即个画官即个过程吼。啊，其中4个内底吼，就有3个是用即个家属诶即个关系，互即个画官会当处理较好。意思就是讲吼，其实咱嘛了解，有当伫台湾画官这是上好诶选择吼。啊，尤其这是爱符合咱所有诶条例。拄拄啊3位医师现场拢有甲咱讲过，你若有干涉到即个爱用钱啦，还是讲因为即个过程内底风险真悬。说明了无清楚，啊，为着要医疗伊个官哦，这一定要非常非常细腻。因为我本身是咧照顾即个肠癌的患者，哦，啊，肝癌有个人是较受影，即个目前的医药看起来治疗效果无讲真好势，啊，有个是毋是肝癌，是因为即个肝引起肝硬化，哦，尤其咱嘛知影古早即个肝病是台湾国病。啊，所以真侪即个患者吼，到尾肝停去，啊，所以不得已，咱需要做一个肝的即个换肝吼，需要一部分当然是抑阁无啥够。咱台湾其实这方面的即个换肝的能力是足好势吼，所以咱的民众应该甲其他较好的选择，无一定讲安尼为着要顾性命，走去甲国家去换即个肝吼，即只。意见，我想互大家了解。王批啊，吼，我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对，请讲。我所知境外移植器官吼，依法应该要通报。是。那么是安怎这条这胃中央这个链啊，这个关节啊，这一路卫福部、病院啊，甲健保资料，无通比对，因为伊总是会转来啊。伊总是会去看先生啊，啊先生甲一看讲，啊你即马指数安怎，啊伊敢会点讲，医生我规章好好无做，一定有甲讲我去某咪所在去换，难道这查袂出来吗？这应该是爱查会出来才对啦吼。啊，依照咱这个中华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条例来看吼，这个规定内底，不管讲是台湾人伫国外接受这个换器官，还是讲外国人伫国外有器官了，来台湾住吼，那等下到台湾吼，一定要通报。啊，通报的理由主要是因为伊爱个使用一寡抗排斥的药啊，吼，就是惊讲这个器官换了吼，会互相去影响到，所以一定爱做依法的这个通报。所以伊若咧通报的时阵，其实咱就会当掌握袂到。啊，这个通报的内容吼，爱包括讲伊是伫啥物国家伫换这个器官，啊，啥物病院，啊，啥物医师，哦，伊的大名。那个到底是用啥物是换肝咧，还是换油脂，还是换其他的部分？啥物时阵做手术？哦，这拢是爱通报的这个内容。所以伊若通报，这就是符合规定。啊，伊若通报了，咱就知影讲，后壁的照顾会当照起工来。哦，所以伊若无通报，这就是违反咱即马台湾的规定。哦，先甲这大家做这个报告。哦，那咱就毋知影讲，这11个患者伊有3个转来了吼，有需要伫台湾接受这药啊的处理的时阵，理论上，咱的健保因若有需要用到这个抗排斥的药啊，应该就有机会查会出来。啊，万一啦吼，像讲我若家己有钱，要家己用买，无一定用健保的时阵，理论上应该了解啦。只是讲健保系统的这个资料，咱就查袂到。所以，若讲希望大家拢会当这个遵守这个规定的时阵吼，其实常常国外转来了，开始用这抗排斥的药啊，
其实咱为迄个医令吼，就是讲，医生有涂过这药啊，咱就应该会知影讲，这个患者应该是身体无拄好，所以不管什么所在，伫国外倒位，台湾，咱应该拢会让甲这个患者更较好的了解吼请伊爱通报啊好势啊，咱才更较好的照顾。以上。是，教授你简单一线顶吼，我先有3位吼，我问一轮啊，再回头来跟你请教吼。拜谢，就医师，他拄啊王批也讲着，讲这其实这个观察吼，其实拢查得出来。是啊。但是爱倒头问一项代志，咱人民敢有去海外？找家己要医师的关心，什么有诶无？伊敢有合法？我来咱们台湾，我要来找猫咪人，我要来，敢会使？安尼讲好啊，咱爱有一个概念爱讲个清楚吼。伫海外换，毋是拢违法的哦。我有一届我有熟悉一个，咱台湾人啊，伊去澳洲，结果伊拄有澳洲治疗，发现伊个猛暴性肝炎，啊，结果就伫澳洲。因为有澳洲的公民的身份，所以伊伫澳洲换好啊。吼啊，所以因真有福气吼。伊讲拄好去啊，拄好有排着吼。所以我要讲的海外毋是拢是违法的，因为其实这叫做咱中文或者华语叫做普世价值啊。因为呢，全世界有一个人权的基本的标准嘛。吼，有法律，吼有道德，有伦理。有完整的这个监督的这个文件甲流程，吼，这当然就是会使做。即马上主要的，咱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全世界有倒一个国家，大概咱台湾讲青椒都无够，佮要安怎拍官？吼，有倒一个国家讲，哦，我会做这用无够，吼，敢若用工厂咧做，随时都有。这用常识听就足奇怪嘛，对不对？啊，第二就是讲，叫伊咱这个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世界医师会，伊拢有讲，有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透明性，叫做 transparency， 吼，搁一个叫会当追踪迄个来源，还叫做 traceability， 吼，全世界有这2个标准，但是现准时有某一寡国家伊就下袂出来，吼，咱头拄王批有讲着，这照讲爱比对着，结果咱看到咱的资料，真侪拢写不明，你有才调做，患者拢会当去啊，患者一定知影倒一间病院倒一个医师嘛，对不对？但为啥患者当然写不明？吼，这就无违反 traceability， 吼，就是会让追踪违反透明嘛。所以这个伊若写不明，啊，这个换器官的人，也是伊的家属，敢都爱真多。安尼讲好啊，其实吼，因为咱伫法律来讲法律的语言，袂使咱个人的感觉，吼，因为咱的国家伫这个部分对患者无规范，但是伫这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安那，其实我感觉吼。有一个，我会记咱较早的监察委员，伊对这个活摘器官的议题，伊讲了最好。伊讲吼，活摘器官这大家拢知影，这就是犯罪，对不对？啊，犯罪其实你来看犯罪，这犯罪伊要去招这个生理要成功，嘛是爱后壁讲哦，你来我这换啊后壁的照顾爱无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伊就看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啊。你看台湾吼，我即摆负责换就好，反正我只要甲你斗下去就好啊。你等于照顾，你等于不管安那，迄个你台湾拢有啊。所以这咱的国家的制度，咱的全民健保袂使为这个歹人咧服务嘛，对不对？所以咱即摆定这个法律，就是咱一定是保护民众的就医的权利，但是咱袂使互歹人去滥用。哦，这是最重要的概念，伫遮。那如果那是因为我感觉这个观察吼，上主要是你家属，还是你本身，你要有这个意识啊。你爱讲出讲你是去倒位吼换的，啊，才通 transparent 啊 traceability， 才有通追溯嘛。对啊。啊，伊唔敢讲，伊唔爱讲，咱难道无法律通好来检查伊讲吗？这嘛是人权之一吗？是啊，其实像王批即王委员，伊昨伫公听会，为什么是法院来办这场？其实这个法律爱甲健全啊，这个部分爱明确定义，吼，咱勿枉勿纵。吼，就是真正合法的，绝对是爱甲保障。但是黑白来的，吼，这绝对袂使互伊去甲咱迄个占咱的便宜。啊，就意思你个人立场，你认为这爱罚啥人？安尼讲好啊，民众明知影迄是火灾去，你当然就是犯罪啊。这唔免问我，这大家嘛知，因为伊明知影是嘛。其实伫这吼，咱医界吼有一个探讨，这个部分，你讲出来大家当了解。吼，迄个咱做医生的。
吼，比如讲我是咧照顾受赠者，吼，我刚爱管捐赠者，我照顾这个接受的，刚爱管这个管的，这常识就是拢爱照顾，因为这就是医生的天职。咱比起来咧，莫讲去有呢，你要看到这个活跳跳的心脏，咱也免想讲啊，这。安那来的嘛？对。你比如讲，像国外做成熟有一个叫做配对遗址，吼，比如讲咱伫高雄的，这对家属吼啊，因其实愿意家属管理管，但是比如讲这家属之间无合，吼啊伫台北的有一组嘛无合，结果恁两个配对起来会合，哦对不对？所以这其实拢是合法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讲我高雄的这伊患者特别死啊，我就紧甲台北的联络讲好，迄个咱来做。结果台北的讲好，我最近工课有够操，我身体状况袂使，我即摆搁去接受遮大的手术，我会无命。我高雄的敢会当讲，病患有求生的权利，你台北进来甲我换，敢会使安尼？袂使啊，袂使嘛，因为做医生就是爱顾接受的，嘛爱顾管的嘛。所以小讲，医生伫我面头前，患者你要死啊！医生啊，听讲某面什么所在有，我会使去袂？医生嘛是小讲，你啊准去，我嘛爱甲你讲，你爱顾着人管的人，敢是有合法，就是伊伫人人权上的。基本的人权嘛，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医生的天职。这点就是讲，我特别死啊，我就去换，这就当违反这其实是完全违反医学伦理的代志。啊，利己的行为啦，无去顾到别人啦。对对，咱孔子讲咧讲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这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啦。对嘛，就这简单尔啦。我出来哦，这王批，王批，他昨下就医师讲得真明白吼。啊，在你的看法，你认为咱咧顾这个关键者的时阵，啊，这个境外，我是要安怎甲顾？咱有想讲，即摆这法律吼，有啥物制度会当甲顾起来，会当来符合这个普世的环境 ，transparency 啊 ，traceability。是，当然，这就是基本上大家拢爱遵守的嘛吼，尤其医生也是这个医疗团体吼。咱想要照顾一个患者的时阵，拢爱需要遵守的这个基本的伦理，啊，这个伦理遐尼重要，所以咱若想要照顾一个患者，尤其这种生命影响真明显的，啊，拄仔咱就医师拢有讲啊真清楚，咱若想要知影讲，伊即马不管是台湾，还是讲去是台湾以外国家接受这个器官移植的时阵吼。伊基本上就一定爱知影讲，伊即个器官来的是合理的，而且是经过无经过即个咱拄仔一直咧讲的，就讲毋是用金钱去交换即种情形。啊，当然，伊毋是台湾换，所以后壁遮个咱拄仔讲着遐问题，咱是毋是会当好好啊去做甲伊了解较真清楚，这就是咱即摆困难的所在。啊，这就是咱国际大家拢应该爱遵守的法律的需要。啊，这嘛是基本的人权。哦，他拄仔嘛有讲到，像他拄仔讲到这个，当时咱台湾的人吼，去到国外去旅游啦，是拄仔伫遐做功课，讲其他因素，当然赶歹去。啊，根据当地这个法律规定，啊，因都有报的这个器官的来源，啊，伊去接受这个肝的移植，还是其他的移植。啊，这就是符合所有的人权规定、法律规定，啊，这就拢无问题啊。所以咱烦恼的是讲，伊这个规定伫咱台湾一定要符合咱台湾的所有的规矩。啊，他拄嘛讲过，将来做这个器官移植，希望遮个不管是台湾换还是国外换，咱遮台湾的民众嘛是拢爱遵守咱家己规矩，安尼才会当真正是保护所有的换器官，不管是来接受这个器官，还是讲针对这个捐赠的器官的人，嘛造一个较稳定、较符合医学伦理、医学法律、医学人权的这个规定吼。王批，啊，你个人有赞成讲应该修法，甲这个移植器官的这个本人，甚至伊家属如果知情不报，吼，甚至去摕到来路不明的这个器官的时阵，应该爱有某种程度的惩罚，不管是行政法还是刑法，你个人认为呢？是，这因为若讲真正是违反咱这个法律的规定，啊，这就需要根据咱即摆这个法律来处理嘛吼。啊，即摆就是讲要安怎来举证啦？
哦，这个过程，咱若有法度确定讲伊就是无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定，理论上就是爱有好的这个过程来甲这个不管是伊是啥物款的原因去得到这个机关吼，这个应该爱利用咱即马台湾法律来做处理，哦，这安尼才会当符合所有的人的期待。哦，这公平正义嘛，真恶过呢，唔知影讲这到底有证据啊无证据吼。王斌，你小等下吼，我这样随来问赵医师吼，赵医师，像这安尼要安尼举证，伊就做讲我敢若无爱甲你讲的尔，我就是正常来的啦。啊，你无违法啊？我本身啦吼，因为阮伫急诊，其实以前的时阵，你若想讲刀伤创啥，阮都爱通报，报警察。啊，看起来可能是有食毒，阮也爱通报。但是尾啊，因为这违反人权、医疗伦理，所以即马就变做毋免报。哦，伊这个通报这个部分哦，其实背后另外有即个世界医学伦理咧进行啦吼。所以讲要通报，我是讲上基本的，就是讲通报本身对病人，甲是讲大多数的病人爱有利益。咱毋是为着要处罚啥物人，咱是为着这病人的保障。大部分这个发心啦吼。你这个出发点是爱先徛好势，安尼较有可能讲要求讲爱有通报，啊若无这个又个违反法律啦吼。你若讲你先免讲变哪取证，你本身你的法律就定袂出来哦。病人都无啥愿意讲，因为这我常看，因为这种病人大部分的病情算做真严重，所以讲常伫急诊出现。啊，有当时特别合讨论哦，我较讲哦，伊是去换器官的，较哦即摆即个情形，所以讲你若无和伊关系真密切，伊也袂讲。伊也无甲你讲。嘿，因为伊咧讲，嘿，我病情都是安尼发生来，啊，你就安尼处理。你叫我镜头医就好啊。啊，所以你也特别系。有关心伊创啥，伊会甲你讲吼，这其实故事是另外一大堆。我讲啊，你无较早讲，啊若无，我逐个治疗啦，耽误着你，你无加说吼啊，这个，所以讲我是讲第一，你都要互病人愿意讲，病人若无愿意讲，我来讲，这个相会困难。或者以前传染病 COVID-19 到即个系，大家若拢讲我一讲，我就去互放杀，啊，我无爱得讲。我是讲即点爱先保障啦。通报爱安怎进行？我是感觉即摆电脑的时代，即个真简单。我是感觉决第三，通报爱有管理。我是感觉台湾即摆问题就是通报拢毋管理。我甲你讲，即摆是 AI 的时代，我讲急诊倒位讲有万床，其实大家拢知影，但是大家拢叫做我歹开，我房间内底是一个大窗，但是大家拢叫做无看。我毋知，我毋知。其实伊的资料就是在迄个所在。啊，因为我当急诊，我都拢看过即种的情形，我就知讲，有即个情形出现。但是我无看门诊，我也无看其他的，所以讲我无法度了解全貌。所以我是讲管理上重要是讲通报了后爱安怎管理，那有管理，这问题就袂讲安尼拖到即个时。就是说，你认为的管理是数字管制啊，而且是定期来查核，甚至爱有刑法加行政法令的管制。我是感觉吼，小讲闯红灯啦吼，上重要就是讲你若闯红灯用掠去，罚500罚5500万，拢会有效，大家就乖乖停。啊，你若讲这个闯红灯会判死刑，但是都从来不抓。安尼无人会听，所以我是讲你有咧查，有咧关心这个问题较要紧。我是讲你毋免准确到个人，但是头我咧讲的吼，就王教授咧讲的，你健保的这个抗排斥药也，你甲估计，你就知讲，这个医师伊的病人足侪拢食抗排斥药，但是无半个手术伫遮，到底是对倒来？这个有当小管咧用电脑，这个一个 pattern， 一个形态就知讲这有点问题，较落去调查，安尼较会这个减少。但是这个物件就亲像他赵医师讲的啊，你即马看一个刀伤，看一个啥，你就袂当通报啊。
你到时阵你看到这个健保的资料比对起来，我这个有问题，啊，这个我敢通讲？对，但是因为我通报是甲警察局通报，但是我病着我是写讲伊刀伤，病人伊若讲伊刀伤，我就会去通报，但伊就去警察掠去，伊就无管你讲，伊就讲我拖挂跋倒，但是。伊若知讲我袂去甲警察讲，伊就会讲我是拖挂含人小台，个西瓜刀，迄落扑着，我处理上就 OK。啊，另外所以讲在医疗方面，因为我是讲这个部分，伊的这个足侪管制，所以讲无遐简单讲产生这个行为。你若有咧管，就较袂有这个情况，因为真困难啦。即个病人介绍去。大陆一个所在，去开刀，开了搁倒来，搁照顾，这足复杂的。吴医生，若是这个问题呢？你看了讲，我这个健保的资料话，伊拢咧食白贴的药啊，伊甚至写不明都无哦，连不明2字都无哦。咱就知影讲伊讲话，这个咱会当甲通报吗？就医生说咱也许你会当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完全会使处理的，但是我想要补充一个重点吼，我感觉今麦的讨论啊是一个 big picture， 是讲你去买器官的人吼是赚到，只是讲你开钱买一个器官，互你的健康搁较好。但是我感觉讲大家爱了解吼，实际上其实器官买卖完全毋是安尼的状况。你看，比如讲即个陈娇丽即个案例嘛，伊有11个人去中国，但是8个人拢死去啊，表示讲其实。有可能吼，伊完全即个行为无法度增加患者的性命的健康，但是颠倒去甲伊剥削金钱，甲互伊过心进前吼，搁爱接受一个足痛苦的手术，即个足大的手术。所以讲，我感觉吼，即个器官买卖即个市场吼，若是爱去甲伊管，其实政府是爱为病院去调查，毋是爱把即个压力。压力嘿，放伫病人的顶悬，因为病人吼其实毋知影代志的全部，即个生命的教育，甲患者对即个中国市场的理解吼，其实拢是为迄个看高的医生来的，所以讲伊知影的代志其实毋是事实啦，嘿，即马其实监察院2017年的时阵，其实拢有报告啊，伊有甲全台湾吼医学中心伫遮。接受手术的患者有几个人？伫遮食抗排斥药物的患者有几个人？伊其实拢有统计出来啊！有足侪病院吼，看起来就是差不多90%拢毋是伫遮手术的，但是患者拢伫遮食药啊。所以讲，即个病院其实拢会使处理。这8名应该是有接头啊。对，其实拢有。这8名应该有接头。但是陈娇丽即个案例吼，其实伫法院咧判的时阵吼，你无法度证明伊个患者的器官是胎人摕的嘛，所以讲你若是你无法度证明的状况之下，你其实无法度判啊。周医师，其实吼，我感觉这就是为人权的最基本啦。头拄啊，我感觉两位医师拢讲了足好，王医师讲了讲民众唔知影，吼，所以第一就是我感觉咱这个社会，敢有确保民众有知的权利。比一个咧，我感觉这真简单嘛，你就讲。你的境外移植，咱是规范嘛，是爱甲监督嘛，对不对？所以你也准有要去，你就来甲咱通报嘛，健保会当互你先上传嘛。即款的患者，咱大家有一个境外移植咨询门诊嘛，大家甲你讲你相关的风险是啥物，咱国家的法令是安那，你应该具备啥物文件，你等来了会当接受啥物款的照顾。我感觉这就是咱应该为咱的民众做的嘛。对不对？较主动的吼。对，咱国家会当为民众做嘛，对不对？这其实我相信医生啊，咱的团体拢愿意做，因为患者光明正大甲咱讲，咱拢做过，人个讲。但是即摆讲了啊，你就无权利讲我唔知影迄何在。好，因为我已经甲你讲真正合法爱生啥物款，伊遐拢无，我来甲你讲，迄有可能是有人权问题的。所以这就足清楚，即摆大家就是讲较白叫做合理合法，雕工咧浑水摸鱼，无讲较白。你也总讲看到我这件代志，一个医生伊的门诊有几百个患者，然后拢食抗排斥药，然后拢无伫台湾做。你讲这医生是清白的，这就是咱的制度咧放水啊。这种详细看就知。所以讲实在，咱其实无要处罚啥物人，咱其实就是要互大家伫一个有伦理、有道德的环境内底。较好啊。对，来，不管是做患者、做医生，心内拢做轻松。
嘿。哦，总是因为徛在国民健康整体的立场啦，毋是讲我个人要安怎我就安怎。咱来看到讲，虽然咱毋知影这11个到底是实际上是啊，伊是已经不多啊，还是安怎吼？啊，才会8个人拢死，敢若乌水沟过去共款吼。但是咱上无起码亲像周医师安尼讲的，这个门诊你100几个拢咧食白摕的药啊，这嘛是真奇怪的代志。来，咱来请这个王批吼，他拄仔你有听到3位咧讲吼，因为咱若要查获的这个点吼，是照你讲应该回到这个医疗的定序当中。那这个医生馆也好，还是大病院也好，还是讲健保的资料吼，你认为这三抓吼，咱是啥物所在会当来做加强的这个管制还是管理？是，其实他拄仔3位医师拢讲啊真清楚嘛，讲啊真好势吼。就是咱台湾的民众吼，伊有需要这个器官移植的时阵，当然咱台湾家己有真完整的这个法律的处理，所以大家会当放心到咱遮治疗，这无问题。啊，若讲真正不得已有当时啊需要无共款的资源的时阵吼，咱就一定爱和其他国家，伊不管什么病院。啊，迄个病院应该爱有好好来注册，啊，迄个国家爱有真好的法律的规定，要安怎互这个器官的移植，事实上是会当符合伦理、符合全世界因这个所有的要求吼，安尼才是较好的这种办法吼。啊，其实这是会当透过无共款的国家，大家互相合作。比如讲，不得已的时阵，去美国，还是去其他的国家，其实真侪迄个澳洲的国家吼。因的这个器官移植的风气真好势，哦，因都有真好的规定。啊，若真正伫遐做处理的时阵，我相信大家都无啥烦恼，就知影讲迄个国家其实是真遵守世界这个法律的这个所有的要求。所以只要咱台湾跟这个各个国家若有这个医学中心，大家会当合作的时阵，这个对于民众的所有的这个保障就真好势吼。啊，伊嘛免烦恼讲啊，我即摆出去转来要安怎？吼，伊转来要通报嘛，毋是啊，毋通报啊，毋是，因为伊通报转来，若无甲这该通报的即个，他拄仔咱讲着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对一间病院啦、啥物医术啦、做啥物手术吼，讲啊真清楚，后壁伊要申请药啊，真足困难的。啊，伊若转来佫无通报，其实伊也是犯法。所以咱若照他拄仔安尼讲的，应该是。一定爱好好甲这个做好势。咱台湾希望嘛会当根据咱个个法律，啊，和其他国家好好来合作。咱希望会当对所有的民众，这医疗需要时阵会当上安全。王批吼，上尾要一个问题吼，明仔是咱的器官捐赠日吼。咱目前到今为止，咱台湾其实器官捐赠的这个风气。咱老实讲，也佫无真开啦吼。你认为吼，不管是呼吁也好，还是讲咱的民众的教育，应该对倒位来着手来开始来提升这个器官的捐赠率？是，其实伫差不多2礼拜前吼，咱这个器官移植的有办一个音乐会，啊，最近嘛真侪病院拢有咧办这个器官移植，互相感谢的这个。活动和音乐会吼，这是表明咱来表示对这个器官捐赠者，这台湾的民众吼，互因有一个上大的感谢。啊，当然接受这个器官移植的这个患者，也是会表达因对因互相因为这个因为爱吼，为着爱会当互相会当身体健康更加做较好。那当然，这上重要是民众。咱本身平常时就爱有准备，讲假设咱若真正有一天所受这个可能咱对生命有影响的时阵，我的器官有想要捐出来无？咱会当从咱的健保卡做记录。我30年前吼，我就甲这个做器官捐赠，我要捐出来，这个我已经我的健保卡做记号，讲万一我若真正有需要，会当捐出来时阵吼，我的家属毋免替我烦恼，我是有愿意捐出来吼。啊，我30年前来做这个代志的时阵，
我是30万人的之一，就是讲迄时阵台湾有30万人已经健保卡做记了。啊，最近佫看讲到底有偌济台湾人有做这个记，健保卡做这个记，真有70万人。表示讲其实大家拢嘛种真有爱心啦吼。假使若真正有需要，时愿意捐出来。啊，当然这个部分会当我继续加强。啊，一寡患者家属，咱会了解啦。讲伊向这个处理的人要求，就因为这个车祸啦，是其他原因吼，不要捐出来时，伊是真唔甘嘛。啊，这部分大家其实若平常时有咧讨论，也是讲咱即摆有一个生命教育，大家互相了解讲，咱器官其实嘛别人用会着，咱佫已经有机会来捐出来时，大家拢会当理解吼，安尼其实就有法度增加这个器官的这个大家互相利用咱的器官的部分吼。啊，当然啦，互相这个家属中间有较好的这个关怀，我相信对民众将来要捐器官的这个意愿会较好势。所以今仔日真欢喜，和咱3位医师，啊，我和咱这上调皮的主持人，把这个观念，有当互咱台湾的民众乡亲大家拢了解。尤其咱即摆是生命自主的部分吼，拢会当提早来做调理，互咱将来免互咱其他的处理的人烦恼讲，啊，我到底是要替你管啊无爱吼，安尼希望会当改变咱即摆这个困难的所在。是，感谢王批，感谢王批，感谢。刷来吼，请3位吼，因为上尾剩差6-7分钟，请3位吼做一个感性的这个结论吼。第一，如何要来增加咱的这个关键率？因为30年以来增加1倍，这是倒来笑。我看是等的人足济，无济吼。啊，这甲咱台湾人的观念是啥物？啊，应该爱针对这个观念来讲啥物话？我相信哦，3位拢真有经验，来请邱医师。第一，我想要讲的吼，就是伫一个买甲捐赠同齐咧做的所在，捐赠是无可能真正有效果的，因为到大家拢讲迄打假球啦，到最后拢去用买啦。所以其实就是咱一定爱甲买即个乌鲁木齐的代志甲关起来。吼啊，头拄咱有讲着，咱的民众第一的权利，吼大众教育，吼即头拄讲的大众教育有足侪面向嘛。第一就是讲啊，你若准备要出国的人，你爱有遮个对你后续照顾的教育，对民众咧管爱有教育。像我有听过民众讲，伊唔敢管是安那，因为听讲拢有活摘器官。你看有，就是有咧买即个消息，真正要管的人，伊就会去用混淆。所以咱应该爱甲完全即个非法的、即个无良的完全关起来，互大家做安心讲伫咱台湾即块土地，吼，即个是大的，吼，对民众吼，就是就是一般的民众。对这是持非常正向的态度，而且我刚刚解说他讲这时代的例就足好，因为一个佛教国家，因为这个社会教育做了足好，和规个风气在改变。我相信真正把这个民众第一个权利讲得清楚，是会当伫本质上发生改变。像咱即摆签的足侪人，足侪拢是有签，结果入急诊，好像就医师讲的，真正咧发生的时阵足唔甘，颠倒就讲拒绝。但是咱若种社会教育做了好，伫迄当下，这就是种大的。吼，像咱以前器官捐赠中心有一个当事吼，伊家己的囡仔临时过往的时阵，伊第一个想来讲，囡仔够啥物当互人啊？已经过往啊，剩眼角膜的缺氧时间会当较久。吼，你咱的社会这个风气有起来，吼，我相信这个问题会当有更较好的改善。爱加讨论然后周医师。对这个部分，我是讲我有2点补充的建议。第一就是讲，咱这保卡签的无效，因为我发生代志时阵，我已经无法度讲话，管个家属来讲，家属讲较要紧。或者讲要插讲无插讲，我拢讲来叫家属来，我甲你解释清楚。吼，家属是真要紧的代志。吼，所以讲大部分的签约其实最后等急诊拢总叫拒绝，对，拢总个定来。所以讲我是讲这个要打在这个点上。啊，第二我是讲吼，因为对这个民众的教育的部分啊，吼，我本身我是认为讲，我无愿意讲用利益的角度来讲，我爱后生巧气，但是另外一个我，是安那我都要牺牲我后生，互别个人咧活。但是你若另外一点讲法，就讲，这个生命虽然消失，
但是即个目睭伊还佫会看会个到，延续啊，伊的心脏还佫伫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继续，即个看法就完全无共款。你即嘛无法度救恁后生的性命，但是你互伊的心脏那回想啊，第一个所在活咧，目睭以后来看会到，即个情形都无共款，所以我是讲用对这生命的认知，我毋是真好的社会运动者，无都讲真好势，但是我是讲运动者应该是用即个角度来推广。我是讲虽然迄个例子，我是讲因是用另外一个迄落讲你死了后，你还佫看会到，你即大家就讲报器官，所以我会看我是讲这要佫大家有努力的目标，毋是讲干那医学界，我是讲宗教界，甲是讲社会运动者，其实是拢会当大家做伙来打拼一花一世界啦，一案一如来啦吼。但是就意思你他讲的，家属有即个材料啊，有即个权利，然后拒绝，伊本队就写讲伊要捐赠，即个权利。甲主持人报告，会告我的拢是家属，别人袂告我，所以讲大家有为了避免纠纷，拢会安尼啦。我有一个教授，伊解化科，伊当时就讲伊要捐大体，伊是甲因后生来讲，大家讲我清楚哦，我死了后我你毋通甲主动哦。对，讲我公开讲安尼，安尼就有效。伊个后生也知讲，这老爸有交代。若无安尼，干那我偷等即个健保卡登记，即个到时我咱苦苦回来。纠纷真济，我意思。我感觉台湾人其实是足有爱的，所以讲教育应该是无想到即个代志，无讨论，才会家属毋知影。所以讲我足赞成讲爱教育，佫有就是甲中国即个俄罗无这个代志爱划清界限。但是我想讲你顶摆 sample， 我家己的故事我会使和大家分享，因为阮翁弟差不多7、8当进前就有关骨髓。伊关了吼，其实即马嘛拢健健康康，嘛带着水某。其实我感觉吼，关键者即个故事，其实拢是足互咱骄傲的故事，会使加讲啦。这应该，这好事爱传扬起来。就意思上后面要来请教，像他带即种家属拒绝，这咱有法令还是有制度性，通好来排解吗？还是讲无？这就是变做讲。你若要捐赠，就爱更较更加制度性的铺排，讲毋那是注记伫即个健保卡，而且会咱签署一个，敢若类似咱遗言书共款吼，而且这有法律的这效益。安尼讲好啊，其实咱这件代志就是爱成事啦，上重要就是爱成事啦，但是成事，你想看，你想象者，不管什么法律的手段。若阵家属心内无法度接受，即个成事拢毋是真正成事，所以真重要。全世界各国咧讲，就是即个家属心态的辅导，家属的陪伴，即个过程，你心内感觉真温暖，真安心。尤其我感觉我今仔足感动来讲，你的囡仔的心脏搁伫遮咧跳，伊的目睭搁咧看，我感觉迄是足感动的代志。迄个我感觉较是真正，法律上会当较完整，但是我感觉即个部分永远袂使减。因为这好的故事，还是这个善良的故事、爱的故事，爱互大家知。但是这个社会风气，咱看这30年来，敢若一半，跟对30万变做70万人啦。实际上是少的少，但是就意思你是认为讲，因为是有通啊买，我就爱捐啊。你简单想嘛。你也看咱足济，其实咱足济，咱国内真好的医疗单位，拢有即个捐赠者、受赠者的故事。但是你有看过倒一个去外国买，倒来分享，无半个。其实我的经验甲赵医师相共，迄个拢去偷偷换，迄内心拢有阴影。是来讲，我知影有可能是火灾，这个人死去，伊的器官伫我身躯顶，迄活着心内是要安怎会轻松？所以即个物件一关起来，咱正常的较有法度发展，无所有的力量。伊拢袂去想讲，比如讲有一个有能力的人，伊就处理了，啊，阵有人有需要，那阵有即个俄罗斯一个波，伊就先去弄正迄，对不对？但是啊阵即个波拢关起来，伊就爱我爱紧出来宣传。事实讲吼，就是我早都袂记问呢，这一粒心脏才几块钱啊？是中国的。
还要换你讲这个乌市的计数无人会当甲你准啊。上少1000万啦。 1000万。一个官就是750万以对上。对对。哎，我拢知。啊，这嘛不是普通人的我换呢。系啊。咱开家会咧换的啦。系啊，所以讲就是拢是受害者，因为伊是开足侪钱倾家荡产了。啊，佫无一定保对啊，对啊，系啊。所以这个袂使放水啊，这一定要关起来啦。啊，这肝脏一粒750万。啊，一粒心脏要成1000万哦。啊，佫加佫飞去，啊，佫照顾佫创啥？无开到1-2000万，那有通啊转来？对，真侪患者真正是开遮济。哦，所以这有影对着这边来想，对着这个好事来想，应该好好来改进的。对啊，好，感谢，多谢，谢谢，感谢。